父啊，我奉大能的耶穌基督之名來到你面前，感謝你開啟我的眼睛，使我看見無數祭壇的真實存在。感謝你，顯明那3道能摧毀一切向我設立的祭壇的火焰禱告。此刻，我釋放吞噬之火的禱告，我命令天上的火降臨在每一座祭壇上，那些向我設立的祭壇，我的家人，我的財物，我的健康，我的婚姻，我的孩子們和我的命定，願火焰吞噬每座祭壇的根基，作為根基的一切血藥，願它被火焰焚燒，每一個土祭，每一件埋藏的物品，每一樣被種下，作為針對我的祭壇根基的物件，求神的吞滅之火現在降臨在他們上面，願火焰熔毀每座祭壇的支柱，維持祭壇存在的一切，定期獻祭，願他們被焚滅，每一次月供，每一次周祭儀式，每一次日常咒念，任何維繫針對我的祭壇力量能量源的儀式，願上帝寶座3層天的烈火傾倒2層天到空中地面地心，全部縱橫切斷焚燒淨盡，願吞噬之火將其完全摧毀，願火傾覆每座祭壇的祭台，任何放在祭壇上的定向任務，願火將其四散焚滅，每一張照片，我所有的每一件衣物，凡放在任何祭壇上的每一件個人物品名牌，願火現在吞噬他們，釋放我，脫離其束縛，願火撕去每座祭壇的遮蓋，任何隱藏這些祭壇不被察覺的屬靈幔子，願它被燒盡，願所有隱藏的祭壇顯露出來，願所有秘密的做法被帶到光明中，願無一事繼續隱匿，願火驅散每一個守護的惡靈，每一個被派來保護針對我的祭壇的守護惡靈，我命令你們現在逃跑，耶和華神的忌邪火追趕你，神的火臨到你，把你速速焚燒滅絕，你無權守護上帝已命定要被毀的物件。現在我釋放淨化之焰的禱告，我針對曾在任何祭壇上危害我而獻的所有祭物，每一處血祭，無論是人的血、獸血或任何血的獻祭，我命令淨化之焰將其消除。每一處食物祭，每一處飲獻，任何形式的物質獻祭，願淨化之焰完全焚盡他們。我針對在任何祭壇上針對我的每項契約，無論該契約是由我的祖先所立，被我的仇敵所立，被嫉妒的親戚所立，或被其他任何人所立，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，淨化之火現在溶解一切盟約。耶穌的寶血比任何向我獻的血更有能力，我被羔羊的寶血全面遮蓋，黑暗的盟約無法對抗它。我針對在任何祭壇上向我所說的每一句話，每一句詛咒，每一道邪咒，每一條咒語，每一段咒言，每一道邪靈的裁定，我命令淨化之火使他們全部沉沒，焚燒淨盡。願在任何祭壇上對我說的惡言都變得無力，願這些話失去他們的效力與使命，讓那些聲音在靈界全部被抹去。現在我要釋放封印之火的禱告，天父，請將你的封印之火降在所有針對我設立祭壇的地方，讓一道永久的火牆環繞每個地方，不讓任何巫婆靠近，不讓任何巫師能滲透，不讓任何惡魔越過這道屏障。我宣告這地界永久封鎖，任何祭壇都不可重建，任何祭物都不可再獻，任何盟約都不可更新，任何咒詛都不可頌說。神的火永遠封住每一處，我封住這地，也封住其上空的空氣，我封住四面八方，建立一圈完全的聖火屏障，凡陰間權勢都無法穿透。奉耶穌之名我宣告，從此刻起，我已脫離祭壇的轄制，
沒有祭壇能站在我對面，沒有祭壇在我家人身上作祟，沒有祭壇針對我的財物，沒有祭壇攻擊我的健康，沒有祭壇破壞我的婚姻，沒有祭壇威脅我的孩子，一切祭壇都被毀滅，一切公物都被洗淨，一切地界都被封住。我行在永久的自由中，也行在永恆的保護中。我行在永生神的火中，敵人為攻擊我所見的一切永不再能站立。奉全能的耶穌基督之名，我這樣禱告，阿門，阿門，阿門。